后来继续是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森林虎尾福安宫的唐枪马，甲这个桃园龙德宫的四马祖，事先拢无讲好哦，嘛无安排。结果若共一个时间到彰化鹿港的天后宫去回乡，参与回銮2尊马祖嘛做伙来启程。庙方讲，这马祖婆实在是真有灵性。 龙德宫的宫庙人员唱生日快乐歌献给妈祖，因甲福安宫前一天同时到鹿港天后宫过长工回銮，嘛是同时启程。同齐嘛来鹿港天后宫进香，今仔日要离开的时间，这妈祖是声我真灵感吼，完了靠同款的时间，共同要来离开这个鹿港天后宫，这会使讲世纪妈祖的大回乡。 两间宫庙并无事先的安排，真巧合的相会，互庙方讲这是世纪妈祖大回乡。挺球马历史比较悠久，我们龙德宫是非常微小的，受到我们各界所有宫庙的一个疼惜。牵手回銮虎尾福安宫唐枪马，10时暗时驻驾伫溪湖的福安宫，若是桃园龙德宫的四妈祖，是驻驾伫清水的紫云岩。